这营养这是习俗，在高雄三民市场内在地出名的卖营养的老店，透早就出现真侪人伫排列。这个头家为透早4点就开始起床穿了，双手拢无通休困，估计讲要卖用到暗时的12点，卖几工会使卖偌济呢？袂使卖差不多几千碗。另外伫嘉义市区一间老字号人气的这个营养店，民众嘛是透早就来伫排队，头家嘛是提早营业，伊讲营养卖了为止。第三代啊！营养汤饮料有红豆、蚵仔，小火的营养汤一碗接一碗包起来。头家含新罗为下晝4点就开始无闲试伫咧传料。有的公司行号拢会来订啦。8点外开始，就有人伫咧排队，真侪民众来，就买真侪碗。买了10万年。10多年啊！有人买无煮的，当去拜拜；有的人闻到香味，断袂掉，坐落来啉一碗。你感觉汤头袂歹。哎，一工你困啊几千碗有无？有啦。高雄市三民市的在地点心店，伫咧当这工拢无应该变过。不管是细粒圆仔，还是包瓚大粒圆仔，生理加热，一工会当卖超过1000万碗。最少3、4千。3、4千碗一天吗？今日做袂出来呢。过来到家己这间老看板的圆仔店，同款会当看到人客排甲热长。小火的圆仔，人客食甲真满足。为着要传当这工的圆仔，店家1礼拜进前就要开始无用。我们日夜加班，日夜赶工，那煮熟的、生的都是卖到完了就没有。当这食圆仔，人客食甜的食甲饱圆圆，店家生意好，嘛无用甲喙笑目笑。